一大早就亲自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们上课。立人国小这间100年老校，在校长王全兴的带领之下，走出转型之路。除了艺术、体育、音乐等各方面样样出彩，成果备受肯定之外，本人也获选114年教育部师铎奖，是实至名归啦。因为他其实所有的课程活动都是以孩子为出发点，为孩子来设计这个课程，让孩子每天在课程中都以游戏式的方式来学习。小朋友的学习方面，或者是说小朋友的一些包括家庭的状况啊，或者是他们的品德教育，校长都非常的重视。一切的辛劳，教职员都有目共睹。王全兴常年致力于翻转教学现场，教学策略重点结合创意与实务，包括古迹导览的跨领域学习、食农教育、跨校共学等，更自创王式游戏教学法，让死板的课本知识活化。把学校做成很多的一个关卡，透过闯关游戏关卡的一个串接啊，让孩子去享受那个学习，就像是一座的大迷宫，让他有无尽的宝藏，让他去尝试跟探索。为孩子设定这样的一个游戏学业的目标，无非就是希望我们的孩子乐在学习，从学习中又能够有成长，又找到他自主性、自发性的动机。游戏学园是一个系统性的校园改革蓝图，成功让学生早晨起床就想上学，实践游戏及学习、学习及生活的教育理想，打造更多孩子心中梦想的学校。记者周怀腾的报道。